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逐年拢会以传统阵头艺术做主题，办活动推广传统的文化。配合今年是龙年，团结中心是邀请全台20组人灵队，打造一个新年派对。现场不只有传统的人灵，阁有结合灯光、特技表演等等的创新人灵演出，互传统的阵头通以新的模样来呈现。 音乐走落，一个人灵队为大咖出现，为四面八方上台，各有两型的家龟伫咧天顶飞，观众摕手机出来翕，因为实在是真壮观。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2024斗阵器阵头艺术活动，配合今年龙年，团结中心邀请全台20组人灵队表演，打造一个新年派对。有比赛得名的竞技龙，有这个呢，在天上飞的，好，飞天巨龙，好，有直排轮滑的，好，这个直排轮的舞龙。阵头除了我们的民俗文化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把阵头元素怎么运用，怎么进到当代对话，让大家看到阵头更美，而且呢更感动人的地方。伫庙埕大桥人灵，今年的新年派对，各20组人灵队伫树林区采街，甲树林新隆宫、芝山岩惠济宫、甲树林珠涵宫的主神，拢请到团结中心斗阵来看戏。树林新隆宫认为，这对文化传承真有效果，真有水准，而且佫袂造成这个困扰，袂造成讲鞭炮放啊足济，我感觉这。 阮也有注重着这环保，甲传统的重点有结合做阵，互民众对咱这传统的这个记忆，甲传统庙事的感觉有无同款的感觉。新年派对除了有传统的人灵队，阁有结合灯光、特技的人灵表演，也透过市集，互民众熟悉各款传统文化。希望传统文化有新的模样，互少年民众认捌，继续互阵头艺术代代传。记者郭文康编在台北报道。